的时中和尊古姓，特少新传，迈向大同世界的圆满祥和境界。成者天之道也，成之者人之道也。成者覆面而容，不施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成之者，择善而不执之者也。即是上天老母的化身。诗云：为天之命，乌木不小后学门，誓愿追随前人辈们的脚步，做个勇敢开创、积极向前的大地勇士。小稻苗将以无极圈的心髓打本还原，成语中行于外，如大地勇士的精神，将上天的道阐扬至万国九州。让道我坚持去闯荡，英壮志豪迈模样，儿女四境让他不长江，通达大道心多亮，是对成败根本不相怕。承上启下，尽本分，远离奔放，将道路待人谦和，不骄不惊慌，循循善诱，谆谆引导。
圣德。更有志，不能平，一天立即天地行。小号学们缅怀恩师尊师母圣德，祝福老前人大德们身体安康，道业永昌。祝福与会贵宾前贤们平安喜乐，圣坛如意。我们再度热烈掌声，给我们到场的新稻苗、新希望热烈的鼓舞，表演得太精彩了。谢谢我们这群小小的大地勇士为我们带来的读经演出，他们以各国的语言表演，也象征着我们四海一家，大家今天回到弥勒家园来共聚一堂，和乐融融。安东道场所为我们带来的读经表演节目，参与的表演者将乎有400多人之多。这次的表演为了扩大读经的读者呢，安东道场的琴弦们分别要以台语、日语、客语、韩语还有英语等多种国际语言呢来为我们演出。读经没有国界，一气流行。现在就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安东道场为我们带来的四海一家读经乐的精彩表演。一家读经乐。每哉施恩圣德，上天慈悯，故我一贯顺脉。现今地球村里的有缘活子都能修身与齐家，因为有道，所以大家都能和睦共处，喜乐安详。我来两个好明天，家令台北守在家，
you.